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Ken， 想移民葡萄牙，但唔知邊種簽證最啱自己。今日同大家簡單講解下葡萄牙兩種最熱門移民簽證，分別係 D7 簽證同黃金簽證。唔需要太複雜，2分鐘同你拆解晒。好啦，先講第一種葡萄牙 D7 簽證，全稱係被動收入簽證。呢個簽證適合有穩定被動收入嘅人。合格被動收入包括租金、退休金、版權、股息，但唔包括工資收入。咁申請條件又係點呢？首先，你要有每月至少1萬港幣嘅收入，另外要喺葡萄牙銀行存有3萬歐元，用嚟證明你夠錢生活。要求你每年最少居住喺葡萄牙滿183日，即係一半時間都要喺葡萄牙。所以呢，呢個簽證係適合想真正定居葡萄牙又有穩定收入嘅人士。如果你唔想長住葡萄牙，但又想攞永居身份，黃金簽證就最適合你。咁黃金簽證有咩投資選擇呢？你可以選擇投資35萬歐元入政府認可基金，呢個方案比較低風險，仲無需自己管理，或者投資50萬歐元於科研或者藝術項目支持當地發展。最後一種，投資50萬歐元於當地企業，仲要創造至少5個工作職位。咁呢個簽證有咩好處呢？第一，最低嘅要求每年只需住最少7日，無需長期定居。第二，5年後可以申請永居或入籍，無需額外居住要求。第三，輕鬆成為歐盟居民，持葡萄牙護照，可免簽進入190幾個國家，包括美國、加拿大、英國等。當然，仲有成個歐盟。投資期最少5年，之後可以選擇賣出投資或者繼續保留。咁最後總結一下，有穩定收入，想長住葡萄牙 D7 簽證啱晒你，想投資又唔想長住，黃金簽證係最好選擇。如果你仲有問題，記得留言問我。仲有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。我哋下條片再見啦。